哇！望住個仙境啊，食早餐啊，交市。仙境般嘅象窩酒店喺啲咁嘅環境食早餐，好正。我們現在就在等食物，是吧？象窩酒店非常適合度假嘅一個酒店啊！哇！喺餐廳度先拍到象窩酒店嘅全景啊！新興象窩酒店包自助晚餐、自助早餐、溫泉、纜車同埋住一晚，原價728蚊，搵個副歌訂房只需要628蚊咋。早上8點就已經見唔到雲海啦，所以想睇靚雲海嘅話，最好都係準時7點半過嚟啦。睇下新興象窩酒店啲早餐豐唔豐富先，現場實拍啊！青菜、豆芽、粟米，現包腐竹卷，乾蒸粟米糕，呢包點水果、煎餅、糯米糕、包。藥材雞腳、豬腳薑啊，茶葉蛋、番薯、炒麵、蒸淮山、芋頭、白粥、小米粥、皮蛋瘦肉粥、油條、炸腸仔，呢啲鹹水角，呢啲好食啊！肉丸啊，鴛鴦丸，哇！依然係豬腳薑、糯米糕，哇！呢啲南瓜餅，包，飲。